當地時間6月11日，國際油價顯著上漲。截至收盤，輕質原油期貨主年價格漲幅為 4.84%， 美原油期貨7月份合約漲 5.11%。此次油價大幅上漲，主要是受中東局勢升級影響，主要邏輯在於宏觀地緣和基本面利好支撐盤面。具體來看，除了中美關稅談判取得進展外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對達成伊核協議信心不足。若協議不成，伊朗石油供應將持續受美制裁限制。與此同時，伊朗6月11日則表示，若談判失敗，美伊之間爆發衝突，伊朗將以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作為目標。同時，市場預期對俄制裁可能收緊，地緣風險推升市場避險情緒。其次，北美鑽井規模下滑，歐佩克加需計劃7月增產 41.1 萬桶每日，但該集團內部如沙特等國需求增長，或抵消部分供應增量，削弱增產對價格的壓制。疊加夏季用油旺季臨近，支撐需求預期，多重因素共同推動油價短期走強。盤面目前延續偏強陣趨勢，短期偏多思路對待，中長期依舊關注歐佩克加速增產的主要矛盾。雖情緒日價不可持續，但地緣局勢較難預測。